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啊！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善，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亦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啊！萬福瑪利亞。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啊！願光榮歸父及子。聖若瑟係聖母嘅正配，佢係聖家之長，亦都係天主救恩計劃嘅合作人。喺聖經裏邊，佢係被稱為義人。聖若瑟佢兼備咗安貧、謙遜、貞潔同埋服從嘅德行，呢啲都係好值得我哋去學習同埋。同埋咧，我哋今日都向聖福神父咧佢哋聖年，因為今年係佢宣聖嘅，教會宣佈成為聖人嘅10週年。今年10月嘅時間，我哋都會喺度隆重慶祝。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好特別123點解？就係呢個小堂就123年。咁所以我今日咧可以話係天作之合。咁記得喺呢一個嘅教宗佢上任嘅時間3月19號喺彌撒當中咧，佢特別提聖若瑟，因為當期係聖若瑟瞻禮咁教會我哋都今日都會舉行。咁佢話咧，聖若瑟係一個守護者佢守護邊個咧？除咗守護聖母、守護耶穌之外咧，佢都係守護整個大自然守護住整個創造物。咁所以佢話特別要守護住每一個人，守護住屋企人守護住最貧窮嘅人，包括守護住自己。咁但係好多時咧，我哋人都會有迷失自己都會有時咧都會傷害自己，未能夠緊守自己。咁讓我哋喺彌撒之前咧，求主寬恕我哋有意無嘅罪過，更加求主嘅聖神咧能夠重振我哋嘅精神，能夠補足我哋嘅力量。我哋一齊呼求聖神。我向全能的天主和我的兄弟姊妹承認我在思言行為上的過失，我罪，我的重罪。為此，懇請終身同證聖母瑪利亞、天使聖人和你們各位兄弟姊妹，為我祈求上主求你上主
上灑聖水，再次提醒我哋藉住水同埋聖神，我哋加入咗教會。咁當時上喺你頭上嘅時間，大家可以話個十字聖號。天主在天上萬榮，愛的人在世人平安。主的主，天上的光並幫助能夠時時喺生活當中反映出我哋所紀念嘅如如無證，因你嘅聖子，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佢同埋你及聖神係唯一嘅天主，永生永王。而家就請大家一齊嚟到公聽呢一篇嘅讀經，係《禮儀書》嘅第3頁。恭讀宗徒大事錄。那時候，有從猶太下來的幾個人，教訓弟兄們說：如果你們不按形回室的慣例，接受割損，不能得救。保祿和巴爾納伯遂同他們發生不少爭執和辯論，大家就指定保祿和巴爾納伯與他們中的幾個人上耶路撒冷，去見宗徒和長老，討論這問題。當時宗徒和長老同全教會決定，從他們當中選幾個人，派他們同保祿和巴爾納伯去安提約基雅。所派的有號稱巴爾撒巴的猶達和色拉，是弟兄中的領導人物。他們帶去的信如下：宗徒和眾長老弟兄，問候在安提約基雅、敘利亞和基利基雅由外邦歸化的眾兄弟。我們聽說有幾個從我們這裏去的，而並非我們所派去的人，講話擾亂你們，混亂了你們的心。我們取得同意後，決定揀選幾個人，派他們同我們可愛的巴爾納伯和保祿到你們那裏去。他們兩人為了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已付出了自己的性命。我們派猶達和色拉去，他們要親口報告同樣的事，因為聖神和我們決定不再加給你們什麼重擔，除了這幾項重要的事，即不要吃祭過邪神的食物、血和疾死的牲畜，並戒避邪淫。如果你們戒絕了這一切，那就好了。祝你們安好。上主的話。為回應剛才嘅一篇讀經，依家我哋進入答唱詠嘅部分，答句係喺《禮儀書》嘅第4頁。願萬民都稱頌
你的慈顏容光照耀我們，願世人認識他的道路，萬民得知他的救贖。你以正義統治世人，且在地上領導萬民。願萬民都稱頌你，願列國都讚美你。天主，願萬民都稱頌你，願列邦都讚美你。願天主祝福我們，願萬民都敬畏天主。願萬民都稱頌你，願列國都讚美你。今日嘅第二篇讀經係選自聖若望默示錄。呢一篇嘅讀經話俾我哋知道，喺聖若望中途嘅神視裏邊，佢體現咗天主帶領自己嘅子民走向天上無限美善同埋光輝嘅聖城。而家就等我哋大家一齊靜聽呢一篇嘅讀經，係第二書嘅第4頁。恭讀聖若望默示錄。天使使我神魂超拔，把我帶到一座又大又高的山上，將我從天上由天主那裏降下的聖城耶路撒冷指給我看。這聖城具有天主的光明，城的光輝好似極貴重的寶石，又像水晶那麼明亮的蒼玉。城牆高而且大，有12座門，守門的有12位天使，門上寫着以色列子民12支派的名字。東面3門，北面3門，南面3門，西面3門。城牆有12座基石，上面刻着羔羊的12位宗徒的12個名字。在城內，我沒有看見聖殿，因為上主全能的天主和羔羊就是他的聖殿。那城也不需要太陽和月亮的光照，因為有天主的光明照耀他。羔羊就是他的明燈。上主的話。感謝天主。願主與你哋同在，恭讀聖若望福音。那時候，耶穌對門徒說：誰愛我，必遵守我的話，我父也必愛他。
我們要到他那裏去，並要在他那裏作我們的居所。那不愛我的，就不遵守我的話。你們所聽到的話，並不是我的，而是派我來的父的話。我還與你們同在的時候，給你們講論了這些事。但那護慰者，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來的聖神，他必要教訓你們一切，也要使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我把平安留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留給你們。我所賜給你們的，不像世界所賜的一樣。你們心裏不要煩亂，也不要膽怯。你們聽見我給你們說過，我去，但我還要回到你們這裏來。如果你們愛我，就該喜歡我往父那裏去，因為父比我大。現在事發生前，我就告訴了你們，為使你們在事發生時能夠相信。上主嘅話。幾日咧都有好多人翻嚟啦，清潔啊、安排嘅。我哋為所有籌備呢一個嘅瞻禮嘅所有弟兄姊妹，我哋再次多謝。我哋到今日咧都有一班咧係嚟自呢一個嘅內地嘅來自呢一個嘅邊度啊？叫做客家村，叫做咩村啊？可能喺度，可能喺下低嗰度，同埋門口有班咧係嚟自九龍一個堂區啲慕道者廿幾個，嗰啲傳道員佢哋帶佢嚟呢一度。今日我哋仲慶祝教會一個好大嘅瞻禮，就係食乜嘢？正式出佢仲有個咩字啊？大禮，因為佢唔單止係中國嘅傳道，都係成個教會嘅傳道。正因為咁嘅緣故，佢有好多 fans 嘅，知唔知啊？喺意大利有好多 fans，有個 fans 咧，佢去聖堂一定係向住佢嘅，咩都唔講，捐錢就捐俾佢嘅，點蠟燭就點晒佢喎，做啲乜嘢都係聖約瑟聖約瑟，所以佢死咗之後咧，佢想去升天堂，有一個人守門口邊個？伯多祿守門口嘛，咁睇下佢咧都記得，喂唔得喎你，因為成日都向住聖約瑟嘅度。佢話我好熱心㗎，我又去聖堂又幫人。佢話你都冇向其他人求嘅，都冇向耶穌，你唔合格喎。佢話咁辛苦嚟到天堂門口，你俾我見一見我嘅偶像啦，咁啊，又好啦好啦等等啦。於是咧，佢請阿聖約瑟出嚟，聖約瑟出嚟之後，俾我都多，即係歡迎你啊嘛，一嚟。咁但係聖約瑟伯多祿點啊？唔得。聖約瑟話點解唔得？佢話佢哋向你唔向其他人嘅咁啊，佢話唔得，一定要見到兩個喺度嗌交啊，喺度傾偈。最後咧，聖約瑟話：嗱，如果你唔再俾佢入嚟咧，我就叫我嘅太太，叫埋我仔，將天堂搬去第度。咁即係話其實想講咧，呢個笑話想講聖約瑟好保護我哋每一個人。佢即係喺教會我哋每一個人都會保守我哋。但係聖約瑟佢之所以咁做，可以話佢一生咧，其實都係聽聖神，聽聖神嘅指引而生活。特別當佢知道佢嘅離婚妻瑪利亞有人嘅時間，佢都究竟點做咧？咁但係嗰晚黑咧，天主聖神咧啟示咗俾佢。其實喺我哋教育嘅信仰生活裏面咧，我哋需要聖神。所以今日咧，無論福音或者書信都提醒我哋，耶穌話：我要求。佢必會賜俾你哋另一個護慰者，係永遠同你哋同在嘅。佢同你哋一齊，同埋喺你哋之內。
而呢位守護者就係天主聖神。每一次我哋話十字係乜嘢？係因父及子及咩？但好多時我哋疏忽聖神嘅係嘛？我哋對天主一下對耶穌啊對聖父，但係聖神係同我哋好有關係。所以跟住今日嘅第一篇書信裏邊咧，宗徒大事錄記載，當呢個腓利伯宣講福音之後咧，好多人因為佢嘅宣講咧而好開心。而喺耶路撒冷嘅宗徒聽見過呢件事咧，就打發伯多祿同埋若望咧就去嗰度，使到佢哋係做咩咧？領受聖神，因為聖神喺當時咧仲未降臨喺佢哋身上。原來我哋話只因耶穌嘅名受洗咧，呢個係好不能夠完整嘅信仰同埋傳遞咧，除咗認識耶穌之外咧，仲要使人領受聖神。所以其實喺佈道期裏邊，我哋係認識耶穌係嘛？當我哋領洗嘅時間，藉住水同埋聖神領受洗禮，所以聖神同我哋好有關係。喺今日嘅約翰福音當中，耶穌預備一位真理之神，佢係世界唔認識同埋仲未領受到嘅神。所以如果教會或者作為父母，我哋生活態度、我哋嘅表現同世界冇分別嘅話，咁我哋嘅小朋友從邊度可以經驗到呢個真理之神呢？真理之神所揭示嘅係父子相愛共融嘅生命，而呢個共融生命其實係我哋每一個小朋友所渴望得到嘅經驗。今年普世教會定為咩年？信德年，就提醒我哋原來成熟嘅信仰，除咗係信仰知識不斷增加，同埋參加堂區或者教會活動之外咧，更重要就需要人同耶穌基督建立一個親密嘅個人關係。如果我哋忽略或者缺乏呢一種嘅關係，一切嘅神學知識同埋教會生活都會失咗呢個生命力。或者我哋作為家長嘅教育，我哋可以反省一下，喺我哋教導小朋友信仰嘅時候，我哋有冇着重佢哋點樣同耶穌基督建立關係呢？抑或我哋只係教導佢哋對教會嘅教義同埋紀律嘅認同呢？實際上，唯有一份人能夠同主個人親密關係上邊，我哋人先能夠更深咁去體會到教會嘅獨特多元化同埋共融合一嘅精神。福音提到守護者，按照聖經嚟講，守護者就話企喺我哋呢邊嘅人。天主聖神為我哋嚟講係一個特別嘅守護者，佢永遠時都同我哋企埋一邊，幫助我哋能夠激發我哋人內心嘅能力，能夠內心嘅活力同埋愛心。實際上，天主聖神唔單止派嚟同我哋一齊，佢仲居住喺我哋每一個人嘅心中。我哋話平時領受聖神咧，就聖神七印，唔單止好似外面嘅衣服一樣，更重要係我哋人內心最深處嘅產生力量，能夠產生我哋呢個生命力。所以我哋話天主聖神咧，可以有三個方法同埋三個禮物俾我哋人。第一個就天主聖神俾我哋生命力，第二個天主聖神俾我哋創造力，第三天主聖神俾我哋更加有同情心。喺第一點上面，天主聖神俾我哋有更加生命力，聖神能夠激發我哋人嘅心靈，俾我哋有更強嘅生命力。而就喺呢個地方嘅發展過呢10年裏邊咧，村委嘅核心成員同埋研子發展小組嘅成員都可以話親身經歷到天主聖神同我哋一齊決定，同我哋一齊同行，帶領我哋整個唔同各項嘅復修經工程。就話呢個聖堂都係以前曾經爛破過，經過好多人嘅用心，恩人能夠復修呢間聖堂。或者話我哋有一個嘅村公所都係得上碼頭係咪啊？有茶果食各方面都係好多人嘅用心嘅。陣間你又有菜食添啊！你見到呢個記錄，陣間有得食嘅，唔係睇嘅都有得食嘅。另外我哋話一個修和之路都用好多心機，有8個點，係幫我哋反省生命等等，或者最新嘅前個月復修團節，我哋已經起動咗啦。
睇又好容易，我哋會好開心。不過其實過程裏邊咧，都可能有好多誤會嘅，或者有人反對嘅，可能資金問題啊、人事問題啊，好多唔同意見。不過可以為聖神幫我哋再睇翻，用信仰嘅角度，用翻條村鄉情呢個角度，再問人睇自己，咁變咗啲嘢就慢慢能夠用過，或者話大家喺過程裏邊咧感受到聖神幫助我哋淨化我哋，使到我哋能夠大家一心去復修整個嘅呢個各項工程。第二，我哋話聖神可以幫助我哋變得更加有創造力。喺聖神嘅啟發底下，我哋越嚟越發現，原來大自然好美麗，好和諧，係嘛？呢個第一次嚟就知道話，你一上碼頭覺得點啊？啲空塘，即係大自然本身就咁美麗。無論係客家文化啦、茶果啦，或者生態啦、紅樹林啦，或者生活之路，特別生活之路都係呢幾年我哋一齊去研發呢一個嘅，就8點最多人最中意嘅嗰個鐘啊！鐘唔係敲咁簡單，係要敲醒我哋人內心。好多時我哋瞓着覺，我哋要敲醒翻，要聽天主同我哋講乜嘢。好多人中意第4處個水井嗰度，唔單止有料水，係咩啊？提醒我哋點樣洗嘅。耶穌就係個水，點樣能夠俾我哋動力？最多人中意咩？第8處上到新天新地，哇！上到嗰個頂嗰度啊，係嘛？啲風吹落嚟啊，各方面好感覺到聖神嗰種嘅臨在。咁所以可以話，每一個工程各項工程咧，都同我哋信仰好有關係。我哋希望能夠活化我哋呢一條嘅創造力。第3就係天主聖神俾我哋幫我哋更有同情心。其實我哋每當我哋感覺到飢餓、疾病、失業，聖神都能夠喚醒我哋個人嘅能力，去安慰嗰啲同病相憐嘅人。各位村民都有啲有生離死別嘅情況，或者痛苦嘅意外。個天主聖神能夠幫助人喺患難裏邊咧見到真情，見到真義。今日見到聖經提及到天主聖神，佢以一個守護者嘅身份居住喺我哋中間。我哋可能永遠唔會贏到6合彩，不過由於聖神嘅守護咧，我哋可以達至個人成長嘅高峰，能夠滋養我哋周圍嘅朋友，使到我哋更加有生命力，更加有創造力同埋同情心。當聖神能夠喺我哋之內改變同埋轉化我哋內在嘅生命嘅時候，我哋嘅生活態度會變得越嚟越可愛，變得越嚟越肖似基督。各位兄弟姊妹，今日主福音再次提醒我哋，聖神同我哋信仰有非常之密切嘅關係。聖神要將一切嘅真理帶領我哋，指導我哋。我哋教友每日都有一個學習嘅機會，而聖神每日通過唔同人同埋事物去啟發我哋。假設我哋教友認為自己唔需要再學習有關信仰嘅事，呢種現象其實表達我哋嘅信仰已經着咗紅燈或者係黃燈。另外，聖神可以幫助我哋嘅行為正直，絕大多數嘅人都有呢種嘅經驗。譬如話喺我哋犯罪嘅時候，忽然間諗起耶穌所講嘅説話，想起耶穌嘅像啦，呢啲危機嘅時刻，呢啲都能話能夠進入我哋人嘅內心，聖神再次喚醒我哋。請大家一齊同我一齊祈禱咁話，大家跟住我講：天主聖神，請你降臨，充滿我哋嘅心。照耀我哋嘅心靈，洗淨我哋嘅污穢，醫治我哋嘅創傷，使凡信賴你嘅人永不失望。天主聖神，請你降臨，幫助我哋突破自己，使到我哋嘅生命更加有生命力，有創造力，有同情心，使上主嘅聖名永受讚頌。阿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請為教會、教宗和主教們祈禱，求主派遣聖神護佑他們，堅守耶穌基督的教導，以一顆更熱切的心照顧所有有需要的兄弟姊妹。為此，我們同聲祈禱。求主撫庇我們。請為傳教士祈禱，祈求主賞賜所有傳教士和神職人員健康、平安和喜悅，讓他們繼續將福音的喜訊傳遍天涯海角，讓世人都能分享基督的喜訊及救贖的恩典。為此，我們同聲祈禱。求主撫庇我們。請為社會祈禱，求主幫助社會的首長善用職權，按照法治和公義行事，並求主讓市民積極參與社會的建設，勇於批評值得商榷的政策，促使政府妥善履行職責。為此，我們同聲祈禱。求主撫庇我們。請為工人及失業人士祈禱，求主讓僱主們能夠體察工人的境況，維護工人的尊嚴，並讓政府制定全面而長遠嘅政策，保障工人的權益。為此，我們同聲祈禱。求主撫庇我們。請為鹽田梓村民祈禱，求主保守他們，讓他們無論遇到什麼轉變，仍然忠信天主，按福音的教導，常懷喜樂，事事感恩，不斷祈禱，便積極面對生活的困難和考驗，並在日常生活中為基督作證，成為世界的光，地上的鹽。為此，我們同聲祈禱。求主撫庇我們。最後，讓我們為今天主持慶典的陳志明副主教和在場參禮的弟兄姊妹們祈禱，求主賞賜各人喜樂的心靈和健康的身體，並藉聖若瑟主保的轉禱，在世上度聖善的生活，他日妥善地離開塵世，得享天國的福樂。為此，我們同聲祈禱。求主撫庇我們。
謝主我哋嘅天主，一直我主聖父，全能永生嘅天主，我哋時時處處歌頌同埋讚美你，實在係理所當然，並有助於我哋獲得救恩。由於我哋嘅逾越節羔羊基督已經完成咗愛嘅犧牲，今日整個教會繼續隆重咁稱揚你。基督藉住十字架上嘅自我犧牲，完成咗舊約嘅祭祀。佢為咗拯救我哋而將自己奉獻俾你，亦都同時充作咗司祭、祭台同埋羔羊，為此普世萬民，讓我將復活嘅喜樂踴躍歡騰。同時天上嘅掌權者同埋大能嘅天使都同聲歌頌你嘅光榮，不停咁歡呼。這就是我的身體，將為你們而犧牲。晚餐後，他咁樣拿起杯，感謝讚頌你，交給他的門徒說：你們大家去喝，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約之血，將為你們無眾人傾流，以赦免罪惡。你們要懷記我，以舉行這事。因此我們懷疑你聖子的救世苦難和他神奇的復活升天，並期待他再度來臨，以感恩的心情獻上這具有生命的聖祭。請垂顧你教會的奉獻，並接受這贖罪的犧牲。求你使我們領受了基督的聖體聖血之後，得以充滿他的聖神，在基督內成為一心一體。願聖神使我們成為你永恆的祭品，得以你揀選的人，就是與天主之母童貞靈福瑪利亞、大聖若瑟、你的聖宗徒及光明的殉道者，以及全體聖人，共同繼承天國的產業。我們深信他們的轉求，使我們不斷地獲得助佑。上主，但願這與你修補之際，有助於整個世界的和平與得救。
並使你旅途中的教會和我們的教宗方濟各、我們的康漢主教以及全體聖職人員，以及你所救贖的全體子民，在信德和愛德中堅定不移。你嘅願者大家庭設立在你台前，求你也撫慰全家的願望。仁慈的聖父，求你使散居各處的子女和你團聚。求你因著我們已亡的弟兄姊妹和所有去世的善人進入天國。我們也希望將來在天國永永遠遠同享你的光榮，因我們的主基督，你藉着他賜給世界一切美善。全能天主父，願一切崇敬和榮耀，藉着基督皆和基督，在基督內，並在聖神的團結中，都歸於你，直到聖體聖事有必要共融聖事。剛才我哋藉住上主嘅話同埋聖神將餅同埋酒變成基督嘅體血，最後我哋懷住更大嘅信德，用主耶穌基督所教同我哋古文喺聖神之內一齊向天父讚頌咁樣詠唱。並且在困苦當中依然獲得安全。天下國普世權威，一切榮耀永歸於你。主耶穌基督，你曾經對你嘅忠僕咁話，你話我將平安留俾你哋，將我嘅平安賞賜俾你哋。求你唔好睇我哋嘅罪過，而係你整個教會不斷對你嘅信德，並按照你自己嘅意思，使教會、使每個家庭都能夠安定同埋團結，你天主永生永樂。願復活嘅主嘅平安與你哋各位同在。呢個禮堂嗰啲咧出嚟嘅打招呼先啊嘛，祝大家平安先。好，請大家祝基督嘅平安。Thank you.
耶穌基督是生命源。將
嘅第7頁。大聖若瑟，天父揀選的忠僕，我們的主保，請你代禱，求主福佑我們，不斷以生命作證，宣揚基督，達成福傳的使命。之中的聖若瑟，降生成人基督的守護者，請激勵我們時常聽取聖經的教導，和活出信仰，努力作地上的鹽和世界的光，在人間開展天堂。意見聖若瑟，天主聖神的合作者，勞工的主保，請護佑我們的家庭和工作，並引導我們宣揚仁愛，促進公義，保障勞工權益，及為建設充滿基督精神的家庭，以及締造一個更美好的社會。至尊的聖若瑟，請你偕同榮福童貞聖母瑪利亞，不斷為教會和全人類代禱，願天主派遣聖神，推動世界不斷進步，邁向圓滿的救恩。大聖若瑟，為我等你。各位請坐。咁多位教友副主教，大家唔該啦。副主教都有講，其實田神父咧，我哋主任司鐸田健神父咧，都提醒我咧要同大家打個招呼，多謝大家嚟到聖若瑟小堂參加我哋今年嘅主保瞻禮。每次咧到呢個時候咧，我都要多謝好多嘅人。咁琴晚我喺度諗，會唔會有多謝漏咧咁樣句嘅咧？我都係諗點解我哋要多謝咁多嘅人咧？一個小小嘅聖堂，一個小小嘅島上邊設立咗呢一間聖堂。原來咧，我哋呢間聖堂咧特別有福。頭先副主教講道裏邊咧都講咗，特別嘅聖神光照我哋每一個人，都去照顧呢一間聖堂。每一個人咧嚟到呢間聖堂咧，都有一份唔同嘅感覺。我自己每次嚟到咧，都會感覺到天主俾呢一間聖堂好大嘅恩寵。每一次主保瞻禮或者平時聖堂裏邊嘅任何活動，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團體去幫助我哋，去付出佢哋嘅努力，甚至付出佢哋嘅金錢去資助我哋。咁我都喺呢度咧，藉住呢啲主保瞻禮咧，都多謝每一個團體，包括咗明愛啦、台上面嘅歌詠團啦、我哋聖心堂嘅教友啦、中小學嘅幫忙咧，頭先你哋上嚟嘅時候聽到中學部好精彩嘅演奏啦。咁海事青年團嘅幫忙，每一年咧佢哋都好幫忙我哋，維持住上落船嘅秩序，維持住大家嘅上落船嘅平安啦。咁亦都要多謝咧，你見到我哋今日有唔同嘅攝影師啦，咁樣佢哋都幫我哋咧去記錄住我哋呢一個小堂嘅發展啦，記錄住呢個小一堂包括附近鹽田啦同埋修和之路嘅發展。咁稍後咧，相信喺唔同教區裏邊或者唔同嘅地方都會有呢一啲發展嘅記錄啦同埋資料咧，大家可以睇到呢一個小堂123週年之前嘅傳教士嚟到我哋當中，亦都好特別，好有福。我哋有我哋嘅福若瑟神父嚟到我哋呢度傳教，使我哋咧呢度嘅教友咧特別能夠認識到我哋嘅天主。除咗多謝服務單位、服務嘅團體之外咧，我都好多謝每一位教友。我頭先睇到原來好多今年都係第一次嚟，但我相信亦都有好多人唔係第一次嚟。每一年我哋嘅主保瞻禮，你都嚟到參與，同我哋一齊慶祝。我都喺度特別多謝你哋，亦都求天主特別降福你哋。我都會為大家祈禱，我都會呼籲我哋嘅教友們都為大家祈禱，希望大家繼續努力。背起自己嘅十字架，為天主服務，亦都將我哋呢個聖心堂嘅福若瑟小堂咧，都向你哋身邊嘅人宣傳。希望咧，我哋嘅修和之路啦，或者係聖堂嘅發展咧，都能夠為大家服務，俾大家嚟到我哋呢度咧，都能夠更加親近天主。多謝各位，應該咧之後咧就輪到村長都有少少説話同大家講。係以下落嚟咧就係年長嘅村長陳忠賢咧。選一個最後生嘅村長。
大家好啊！我教友副主教，當然唔少得我哋村民，海外嘅村民啦，同埋本港嘅村民。今年係第123。頭先咧，嘉威咧都喺呢度咧已經多謝晒各單位嘅人。咁咧陣間我都可能有少少補充翻，有啲單位咧我哋都要特別咁謝明佢哋嘅。咁頭先嘉威講就話我哋復修咗一啲路，修和之路啦。咁今年嚟講咧，每個星期六日咧都有好多教友啦，吸引咗好多教友，好多天主教嘅學校嘅團體咧嚟到我哋呢度咧，就做一啲修和之路嘅。好嘅。咁陸續嚟講咧，我相信隨着我哋嘅村務嘅發展啦，同埋令到活化我哋條村啲屋啦，咁我相信咧陸續咧喺修和之路同埋朝聖方面咧，更加吸引到多啲教友啦，同埋專業學校嘅團體嚟到呢度嘅。我哋喺呢度咧，我要多謝村務委員會啦。村務委員會咧，實在咧喺我哋條村咧係做咗好多嘢嘅呢幾年裏邊。邊啲係村務委員會嘅成員啊？村務委員會嘅成員，我介紹我哋秘書啦，陳子良啦，亦都有陳士體啦，蘇啦，Teresa 啦。呢度富明啦，亦都係 Teresa 嘅先生嘅。仲有陳永堅啦，陳永堅佢應該喺出邊同埋陳若瑟個仔，陳若瑟咧就係我哋條村嘅村民同我哋同輩嘅，亦都係副主教嘅叔伯兄弟亦都係佢個仔咧。陳若瑟亦都係以前南區區議員嘅南區區議員嘅主席佢仔咧而家都出嚟幫手我哋村務委員會喺呢度咧特別咧多謝我哋村委會出咗好多力嘅呢方面亦都喺呢度咧亦都多謝咧我哋頭先講漏咗嘅元朗講咗仲有。聖心堂嘅婦女會啦，婦女會幫義工婦女會啦，仲有村民嘅義工啦，仲有Derek 陳君合佢帶咗一啲朋友義工嚟幫手即係我自己喺呢度咧，陳君合呢度Derek Chan 佢都帶咗好多義工嚟幫我哋手㗎呢度。俾呢隻喺呢度咧特別當然最重要係多謝大家參與呢個我哋今年嘅123嘅彌撒啦，俾啲掌聲大家自己啦。我記得喺講少少好時間，好多時間講少少歷史啦。我好多感觸嘅，多謝。鹽都咁上下㗎嘛。我喺應該係99年啦。回歸之後。回歸之後第2年，我係第一次喺99年咧，慢慢講，你哋鼓掌先。
好。嗱，你繼續去準備咧。我想講陣間咧嚟曬完咗之後，邊啲第一次嚟嘅呢度？嗱，我哋都為你哋準備咗一個叫做天主教大自然修復之路。所以咧，如果知道你哋食啲嘢10分鐘之後翻入嚟食堂，我哋會有3位弟兄姊妹咧帶你哋去嘅。即係每一團大概20幾人，大概你哋預過5頭到上下，好嘛？有3團人，咁啊變咗你哋可以經驗一下。即係參成半島，包括埋佢嗰個復修團，好嗎？知唔知道？出去食咗啲嘢10零分鐘翻嚟呢度，我哋就會安排㗎，得未？村長，你記得我講第二樣嘢啊？唔好意思啊，喺99年我第一次咧企喺呢個台上面同大家講嘢，03年，咁咪成10幾年啊，14年前，14年啊，你第一次做村長嗰陣時啊？14年前，咁啊嗰陣時咧都係企喺度咧，同依家一樣啊，講唔到嘢，冇嘢講，好驚。咁而家都係好驚。大家開心嘅但係依家嘅驚同以前嘅驚咧係兩樣嘢。以前咧14年前係驚點樣去令到我哋條村去復修翻。去活化翻咧，係驚呢一樣嘢以前咧驚到都話講咗出嚟去活化。14年前呢個荒島，連教堂都上嚟都難連啲屋每間都破舊。咁去到14年後，今時今日都開始實現緊一啲夢想，就係將我哋嘅屋，我哋嘅祖屋。去慢慢重修，去復修，去活化佢。咁大家都可以睇到，譬如阿峰哥啦嗰間屋，我哋玉堂叔嗰間屋啦，遲啲我哋自己間屋啦，甚至乎陳丹書神父佢嗰房嗰間屋啦，都慢慢開始會復修嘅。咁咧，我相信雖然係一個漫長嘅路14年，但係我喺呢14年裏面咧，都睇到係有成績，同埋咧得到我哋嘅副主教陳志明嘅大力嘅支持啦，同埋村民嘅支持，仲有教友嘅支持。我相信呢條路咧一定會行得好好嘅。咁喺呢度咧。只要我哋係堅持一樣嘢，堅信上主會帶我哋下一條好嘅路，我哋唔會放棄。好，我哋相信咧，就好似今日嘅聖經所講，呢個天主聖神嘅啟動嘅有心人士。除咗陣間有個修和之路咧，咁大家知道，先頭我講福音神父咧，今年係佢宣聖嘅10週年。咁我哋呢個2個星期之後，我哋安排咗有個神父，佢嘅弟子叫譚神父，係中國人嚟嘅，將會帶38個嘅教友去山東朝聖。所以神父咧喺香港只係2年啫，但佢更長時間喺中國山東。咁呢班人咧將會逗留個幾星期，就會幫你收集好多資料嘅。翻嚟之後，我哋都會做一樣嘢。翻嚟之後，我哋都會做咧，就依家我哋下面以前呢個小堂之前咧有一個細細啲嘅地方，我哋將會修建一個叫成聖之路，就好似濕地公園上下有啲木搭上去行就介紹佢100多年前咧，佢喺依家嘅意大利北部出世領洗，點樣入修院，點樣派嚟中國傳教，香港，然之後山東，會有一個介紹嘅。咁同埋喺嗰個地方咧，都整一個好似一個嘅廢墟上不過有間小堂嘅，有個大十字架，咁喺度我哋做祈禱，咁幫助我哋咧學習呢個聖人，呢個係我哋香港第一個聖人學習佢點樣去成聖，同埋希望大家都為呢件事祈禱，叫成聖之路。咁另外咧，復修鹽田嗰度咧已經開動咗啦，我哋預算咧就10月做好嘅，我已經請咗湯漢書記嚟啦。
日子定咗㗎啦，就請阿湯書記嚟咧，佢到時剪彩啦嚟開始呢個復修營田。為使呢個營田更加有效咧，我哋前一排有班人轉咗去咗台中、去台灣，係一個好大嘅鹽田嘅一個考究，亦都去咗汕尾，一個好大嘅鹽田。咁我哋好有信心咧，將來都可以製到鹽田。唔單止製到咧，啲學生啊，我哋諗緊係成個香港百幾萬嘅學生，佢哋可以嚟呢度咧，直接落鹽田去睇嘅，去了解成個造鹽嘅過程。走嘅時間亦都可以有啲紀念品，有啲十字形啊，或者啲好似一個嘅燈泡上啊，即係提醒我哋咧要做地鹽世光。所以一個好具體一個通識教育，配合翻我哋成個香港嘅教育啊，個對象咁樣係成百幾萬嘅人嘅。咁所以變咗，除咗係一個嘅復修營田之外咧，就係一個成聖之路。完咗之後咧，我哋都會將下啲其中一個課室咧，會整一個好有規格嘅一個展覽館。一個展覽室，將我哋曾經發掘到一啲嘅文物啊，有好有系統咁展示，都俾學生、俾所有人咧去了解條村嘅歷史，或者成個西貢傳教嘅歷史呢方面嘅。咁所以仲有好多工程要繼續發展。咁希望大家咧，你哋嘅祈禱即係各方面能夠順利進行，得唔得啊？得就要進行，要祈禱咯喎。好嘛，特別呢個月咧，通過你哋嘅玫瑰經。好嘛，咁希望能夠咧各方面得到上主嘅祝福，好有特別嘅意思，特別一樣嘅。依家，Peter 係唔該晒教威，同埋唔該晒村長，亦都唔該晒阿志明副主教。咁咧繼續落嚟咧，我哋係有一個特別嘅安排。咁呢個特別嘅安排咧，就係、我哋村民嘅後代阿 Peter 咧，佢最近咧就係、結咗婚嘅。咁而家阿志明副主教咧係特別降福佢哋兩位。而家有請阿 Peter 同佢太太。翻嚟做義工，都唔知點㗎，跟住村長做。呢位咧佢喺教育處去做嘅，做啲視察嗰啲係嘛，即係嘗試下有冇可以點樣能夠喺教育方面做啲功夫。兩個唔識嘅，但喺鹽田裏邊咧，一日見、兩日見、三日見，好似啲火花喎咁啊！咁開始有個愛情之火拍拖啦。咁喺2個月之前咧就結咗婚啦，係咪做得恭喜啊？雖然咧佢即係佢哋我哋大家冇機會參加佢哋婚禮，不過喺呢個時間咧，我哋祝福佢哋好使天主所結合咧，能夠永結同心，白首偕老。好啦，再次祝你。